多謝各位街坊蒞臨今日嘅解說會。咁我哋會議呢會親建制報章齊齊發公批評㗎啦，係宏福苑管委會喺星期一發表嘅工作報告，183頁嘅內容提到，截至火災後4日，即係舊年嘅11月30號，法團已經向負責大維修嘅承建商宏業建築支付咗近1億8千萬元，總存款剩低1億1300萬元，其中9000幾萬啦屬於大維修賬戶總存款，剩低近2000萬係法團日常賬戶總存款。法團喺前年9月上任之後，發現大維修有重複收費同埋不必要嘅項目，最終扣減超過1580萬元嘅工程費，令到總造價降低到去3億1千萬。報告披露，接手舊法團工作要面對嘅問題十分之多，尤其咧係上屆法團冇留低一張文件，一切要由零開始。經歷多番同承建商角力，並且喺482日嘅任期之內開過68次會，增加透明度，即係平均每7.1日咧就開一次會，並且附上會議記錄等嘅文件，仲話將所有資料放喺眼前，等大家用智慧去分析乜嘢先至係事實。管委會慨嘆，委員同大家一樣流離失所，但仍緊守崗位，能夠做嘅啦都係希望盡量做。同時批評近2個禮拜有躲喺布簾後嘅人向媒體自稱係業主，並且發表失實言論，亦都有為衝流量嘅網紅肆意作出有目的嘅惡意批評，對此深感遺憾，重申對抹黑無畏無懼。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法團，咁其實喺佢落任之前咁樣去到出一啲工作報告嘅交代翻自己做過啲乜嘢，咁我覺得呢樣嘢好理所當然嘅。咁到翻轉頭，佢去到落任嘅時候，都唔去到交代自己，去到總結個任期自己做咗啲咩，我反而會覺得係唔負責任咯。喺趙恩來眼中負責任嘅行為，卻得唔到親建制媒體嘅青睞。大公報抨擊份報告避重就輕，轉移視線，仲花大量筆墨指責所謂躲喺布簾後嘅流量網紅，對公眾最關心嘅工程管理問題含糊其辭，冇詳細說明付款依據、工程驗收標準等嘅關鍵信息，更加形容份報告睇落似資料繁雜，實質錯漏百出，避實就虛。而呢一種迴避問題、轉移矛盾嘅態度，剛好佐證管委會徹底喪失管理屋苑嘅能力同埋誠意，亦都印證咗政府介入嘅必要性同埋緊迫性。至於《星島日報》就質疑管委會揀喺聆訊前夕先至公開報告係政治公關手段，仲引述政界人士認為將責任推俾上屆嘅法團係建立一種撥亂反正嘅受害者形象，而忽然透明又有庭外施壓嘅嫌疑。法例上嘅要求啦，咁其實只不過要求你去到做一個嘅審計報告，審計報告裏邊亦都冇呢個工作報告講得咁細緻，一啲逼單或者每一個項目究竟係來自邊一度啦。咁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咁其實呢一個而家法團做緊嘅嘢，咁其實都已經係高於呢個法例嘅要求咯。佢又話唔會猜測躲在布簾後嘅係邊個，認為做過法團嘅人都知道，外人同旁觀者成日都馬後炮，佢哋到底有冇真憑實據就不得而知，得當事人心知肚明。